買樓揀咩樓層會住得更舒適？邊啲樓層唔可以揀呢？記住5個標準，輕鬆揀好樓。冇電梯嘅舊小區，3樓就比較理想。1、2樓蚊蟲多，好易反水。4、5、6樓呢，行樓梯行到腳軟。10層左右嘅洋房，5、6樓同埋置頂樓都唔錯，通風採光有保障。30層左右嘅高層住宅，越高視野越闊。通風採光都好，但係價錢仲貴啲。有個萬能公式就係隨意加1，好似話總高係35樓嘅話，咁你住16樓嘅話就會比較舒服噶。再落幾層嘅話呢，性價比仲高啲。40層以上嘅超高層，好多人都話將來會變成貧民區。如果真係要買嘅話呢，就避開大家都忌諱嘅樓層，揀30層以下嘅樓層，消防雲梯都上得到嘅。仲有一種情況，好似1、2樓送大花園，頂樓送露台。咁價值就完全唔同晒噶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個人好中意冇個樓層嘅話呢，咁就唔使猶豫啦，自己住得舒服先至係最重要嘅。關注我哋啦，了解更多房產知識，買樓唔踩坑。做個 friend 啦。